以科普知识分析而爆红的 YouTuber 理科太太，近日合体蔡康永谈论对于孩子的教养问题。有着读到育儿经的他认为，一直夸赞小孩天生就注定的外貌，并不会影响到他本身的价值，小孩也不会因为这样变得更好。所以他严格禁止身旁的人对儿子说很乖、很聪明、很帅的词汇。一席话让蔡康永听完不断点头表示同意，并决定将理科太太写进他的下一本书里。理科太太说，她严格禁止身边所有人称赞儿子乖或可爱，只要有人称赞，她就会马上去跟小孩说，不要去在意这些，这不重要，因为她认为这些都是他天生就有的，不如培养他各方面的受挫能力。即便现在儿子才1岁多，但他也说应该从小教育，宁可自我催眠小孩听得懂这些话。连公婆听完后也很支持，让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教育小孩。另外，蔡康永也提到，别一直称赞小朋友好听话，因为这样孩子就会认为听别人的话，自己就是个有价值的人。他说，你怎么可以鼓励一个人，只是因为听别人的话，就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？理科太太也说，不称赞儿子很听话，也是因为很听话就完啦。很听话代表要照着这些规矩走，就没有办法打破这些框架。让蔡康永听完眼睛睁大，大赞了不起，并决定把它写进下一本书里。理科太太最后也说明，她并不是跟儿子说你不好，而是用鼓励的方式要孩子继续尝试、努力，也强调不会去给他压力或期待，毕竟没人知道未来趋势是什么，只要教导他可以适应未来的能力就好，以后不是理科也没关系。实习编辑斜线李佳莹。